周秀娜私房按摩機，骨感周秀娜都要話減肥，仲要配合一系列按摩動作，先達到理想效果。想學 Chrissy 私房按摩法，一齊跟住做啦！由膝頭哥開始，由外至到內，慢慢向上打圈，用掌心同埋虎口位箍住大髀，然後慢慢向上扭，咁啊可以提升腳部嘅線條。同樣都係慢慢由膝頭哥向上拉，咁樣咧其實可以加速呢一個血液循環，由大髀嘅外側至到內側都要做呢一個動作，由上至下 V 字形咁樣推落去，雙手雙搭，然後擺喺胃部開始向下面推，咁樣可以改善腹部嘅鬆弛。除咗運動之外，我覺得係由內部調理係最好嘅，咁所以自己平時都會注重飲食方面啦，盡量都唔好食啲太濃味嘅嘢，因為太濃味嘅嘢好容易令到個人水腫嘅，咁所以我自己平時都會盡量飲多啲齋啡啦，咁另外呢，我都會自己煲一啲薏米水嚟飲啦，因為呢一個比較冇咁傷胃。